跟住講財博 Form 5 Property of Circle 2 MC Quiz 嘅第7題。In the figure, PQ is a tangent to the circle with centre O 啦，AC is a diameter and OQ 平行 AB。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 true？ 先睇第一個 option，BD 定係 DC 啱唔啱咧？咁首先你睇下先啦。咁其實角 OCD 等於角 ACB，common angle 啊。同時間角 COD 咧都等於緊角 CAB 嘅。咁 reason 就係 corresponding angles OQ 平行 AB 啦。咁所以我哋得知角 OCD 咧其實係相似緊角 ACB 嘅。咁 reason 就係 A 啦。咁所以由於 OC 係等於 OA 嘅關係咧 radii 啦。咁所以 OC 比 AC 其實等於緊 CD 比 CB 嘅，呢個係咩 corresponding size 啦，相似三角形。好啊，咁由於 OC 定 OA 關係咧，咁所以咧 OC 比 AC 咧其實係等於緊1比2，係等於緊 CD 比 CB。咁同時間 CB 咧其實係等於咩？係等於緊 CD 加 DB 噶嘛。咁所以 BD 係等於 DC 嘅。咁所以第一個正確啦。好啊，到第二個 option， 三角形 APB 係咪相似三角形 PBC 咧？首先角 OCD 其實係等於緊咩？即係呢個角 A 啦，其實等於緊角 APB 嘅。點解啊？因為 PQ 係佢嘅 tangent， 咁所以呢個我哋可以用到 angle in alternative segment 啦。咁同時間角 APB 又等於緊角 BPC 係咩 common angle。咁所以三角形 APB 相似三角形 BPC AA， 咁所以第二個都正確。好啊，到第三個 AOD 係咪一個擴差力咧？其實唔一定。點解？因為擴差力我知道其實如果擴差力嘅話咧，個圓形應該會咁畫嘅。咁但係佢而家唔係覆蓋緊成個圓形，咁所以就唔一定正確。咁所以正確答案就係得1同2 A for apple。